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当咱奉主的名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这时阵，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圣诗57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阮的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感谢你，阮对你来得到雨水润泽土地，阮对你来得到日头凉风，互阮心神活泼，互阮会感觉有气力，通好来行头前的道路。阮感谢你，互阮今早起，阮每一位受恩的囝儿无受阻挡，来到圣殿来敬拜。祝阮每一个人伫过去的日子，经历无同款的生命，阮的历程每一个人无同。阮今早起，每一个人也拢抱着无同款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是为着要甲上帝相见面，祝阮中间有心神软正软弱的，有心内忏悔认罪的，有心内欢喜跳跳的，有心内充满着感恩来到你面前。有人身体犹原有病痛、软弱的。主啊，阮少年，阮每一个肢体，阮的无完全，阮恳求上帝，你监察阮每一个人所藏的心，你来安慰阮，你来怜悯阮，你用你的慈悲、你的疼痛来围围，来照顾阮每一位伫你的面前的这条久的时间。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有平安的心，也互阮会当靠着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互阮好胆来到你的面前，互阮倚靠你，重新得到快乐，也互阮有信心要倚靠你，伫阮的身躯、心神要得到勇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每一个人，阮拢有一个家庭，阮有父母，伫清明的这个时节，互阮少年，阮的祖先，阮已经过身的父母，阮感谢你，赏赐因来养饲阮，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对家庭来得到培养。阮也感谢你，互因会当到伫你的所在，伫你遐得到你的疼痛甲保护。伫清明的时节，阮少年因，阮也纪念主你所设立的双年教会104年久来，每一代你拢有兴起你的工人。亲像大家庭一样，一代传一代。我仰望上帝，你的慈悲，你的怜悯，互这间教会真做宣教的教会，伫遮成长，伫遮为着福音，伫遮存在。互这个所在真做福音的工场，来引带侪侪人认捌上帝，来归入上帝你的圣国。阮感谢你一代搁一代。兴起你的工人，阮也要恳求天父上帝。伫即个时阵，就是今年，年底，阮也要改选阮的长职。恳求天父上帝，为着你的教会来陪伴青年人，来传承即个教会宣教要紧的事工。互阮宣教的工作无止站，互阮宣教的工作愈来愈有气力，是得到上帝你的疼痛。甲你交代，互阮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受选、受主你竞选的，拢会当献给家己，拢会当陪伴好家己，拢会当约束阮家己，互主你来采用。主，阮也感谢你，阮今仔早起的礼拜中，阮要甲主同坐道，恳求圣神伫这中间来感动阮。互阮伫主的面前来反省、认罪，互阮也存感谢的心，因为主，你无看阮拉三误会，你清起阮，互阮一摆搁一摆认罪，你就一摆搁一摆吞忍，你来撤销阮的罪，互阮会坎直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主的恩赦，是为着要培养阮灵魂。来培养阮心灵，会当甲上帝永远三结连，互阮会当甲主相通，互阮会当感受到上帝你的感动，互阮知影你的意思，互阮会当尽忠伫你所找教阮要去的道路，互阮伫所做的工作的顶面，拢会当荣光你的名，有利益的人。祝阮恳求你欢喜，阮今早起伫你面前摆上的这礼拜。阮的吟诗，阮的祈祷，拢愿你欢喜。这个时阵，阮也要用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阮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一时今仔就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互你助阮入一切，着救阮脱离。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
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25篇，咱迄定做伙来启用。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站对倒落来。我的帮站是对耶和华来，伊是创造天地。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拽。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荫影。日时太阳无伤你，年时月也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阿免。咱搁来吟圣诗，圣诗21首美调。上帝真正是我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马利亚出世，伫本州必来宝剑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献歌队要去带咱做伙来学乐上帝。
咱要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24节，以及35节到43节。马可福音第5章21节，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部分64页。耶稣搁坐船渡过湖的迄边。伫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伊面前。当地一个会堂主管名叫耶路也来，伊看见耶稣就拍拜伫伊的脚前，恳求伊讲：“我的细汉查某囝病上重，即要死，请你来为伊换手，医好伊，救伊一命。”耶稣就甲伊做伙去，侪人对着伊行，下客伊。第35节，耶稣还咧讲这话时，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呢赶来，甲耶路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了，何必搁麻烦老师呢？”耶稣毋插因所讲的话。对会堂主管讲：“毋免惊，只着信。”就安尼，伊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小弟约翰做伙去，毋准别人对因。因来到会堂主管的厝，耶稣看见大家乱吵吵，大声啼哭。耶稣入去对因讲：“恁为虾米大声啼哭呢？囡仔并无死，是咧困啊定。”因拢踢笑伊，耶稣就甲因赶出去，干那互囡仔的父母甲伊的3个门徒缀伊入去查某囡仔困的房间。伊牵着查某囡仔的手，对伊讲：“大二代高密，意思就是查某囡仔，我吩咐你起来。”查某囡仔连边起来行，迄时伊已经12岁。这个事互大家非常的惊吓。耶稣心中吩咐因毋通向人宣扬，搁吩咐互囡仔食一寡物件。以上是上帝的话。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今仔日要带予咱的信息是耶稣的新约第5讲，医治耶路的查某囝，请咱做伙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继续来看耶稣所行的新约的第5讲，是延续顶礼拜所讲的。咱顶礼拜有提起马可福音书的作者，伊有一个真特别的写作方式，叫做三明治的写作方式。伊习惯将两个无同款的故事做伙掺做伙讲。伊会先讲一个故事的前半段，然后插入去一个故事，然后最后当这个故事讲了后，才来讲第一个故事的后半段。咱顶回有看见到中的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安怎医治一个血漏病的妇人人。这血漏病的妇人人靠着信心来摸耶稣的衫，来透过安尼来得到医治。耶稣也爱伊毋简单经历上帝，也爱伊分享出来，伫公开的场所来做见证。伫即个故事进前，其实咱看见到有一个会堂的主管叫做耶路，伊的查某囝破重病，伊来求耶稣医治伊。这个故事还未完成，所以咱要来看这个故事，来思考一寡真重要的信息。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只是用静静的心要领受你的话。主，阮伫圣经中间
看见着你行遐尼济心力，但是阮真清楚，上界大的心力，就是阮本身生命的改变。所以，阮恳求主，我要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中间，求主差遣内住伫阮心中的圣神来运行，帮助阮更较明白你的话，透过你的话来更新改变阮的生命，互阮体验着主的恩典，也活出会当荣耀主的生命。求主帮助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仔日的题目是耶稣医治业路的查某囝。咱看见着今仔日经文一开始就是伫即个医治血漏的妇人人的头前一段经文，讲耶稣渡过迄边岸了，有真侪人咧军队伊咧围客伊。即中间有一个当地的会堂主管，名叫做叶罗，伊也对这群众做伙来。但是伊心中有一个真大的期待，因为伊的查某囝破重病，所以伊听见耶稣捌经过真侪新历奇事，所以伊一看到耶稣，伊就拍败伫耶稣的骹前，来求耶稣讲：我的细汉查某囝破重病，求你来为伊换手医治好伊，救伊一命。咱来看即个会堂主管即个叶罗伫旧的圣经翻译做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其实是咱今仔日翻译做这会堂主管是比较较尊重。其实伊是当时阵伫当地真受人尊重的一个治理教会的有权威的长老。即个会堂的主管其实伫当时阵应该是算即个地区犹太人的属灵的领袖。所以伊相当受人尊重，而且有权力的。如果咱若看《路加福音书》13章，咱看见着有一个会堂的主管，伊公开指责耶稣，讲耶稣伫安息日医病。所以咱知影，迄会堂的主管其实是耶稣伫当时阵应该是算做一个真受人尊重的律比的老师嘛。一个会堂的主管敢指责耶稣，表示伊嘛相当有地位啊。所以咱知影，这会堂的主管其实是相当有地位、受人尊重、有权威的教会的长老。这个会堂的主管叶罗，传说中间照教会的传统，讲伊头起对耶稣的印象无真好，伊其实甲法利赛人甲经学教师相共，拢感觉耶稣无咧遵守律法，所以伊无尊敬耶稣。但是伊拄着一个问题，就是伊的查某囝破重病，伊阁听见着耶稣伫这拿因城捌医治一个寡妇的囝，所以伊知影耶稣有迄个气力，所以伊看见着耶稣，伊马上一个举动，就是伊拍败伫耶稣基督的骹前来求耶稣。咱看见即个叶罗，即个尊贵的人，伊无顾着家己的身份地位，也无顾着家己的面子，伫众人遐尼侪人的面头前，伊看见耶稣，伊就马上跪落去，拍败伫耶稣的面前。即件代志，互咱两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就是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的人，如果咱也无谦卑，放落咱的尊严咱毋免想要对上帝得到啥物。咱伫社会中间，可能有真侪人有真重要的身份甲地位，但是咱知影，咱来到主的阳光面前，即个世间人所看见的阳光，拢会消失无去。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伊来到上帝面前，伊才会真真正正会当领受上帝的恩典。咱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咱来明白，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尔。咱不过是一个需要赦免的罪人尔。咱看见着旧约大卫王，一个尊贵的王，伊要赢指迄个上帝同在约柜入城的时阵，咱看见着伊做啥物货？伊真情学乐跳舞，甚至将衫脱起来，袂记即家己的身份，无顾世间人的看法，伊专心要敬拜学乐上帝。一个谦卑的人，
就是安尼。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必须要承认，咱是一个需要赦免，咱是一个有罪的罪人尔。咱需要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点，咱会当学习的。第二点，咱来去看，到底是甚物款的原因，互这个叶老会当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头前？其实是因为伊一个查某囝拄着重病，所以咱明白就是讲，万事拢会互相效力。圣经中间，伫罗马书第8章28节，保罗曾是安尼讲，伊讲咱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即句话咱会记伫咱的心肝。万事是啥物意思？万事是所有的事嘛。所有的事就是包含有好事、歹事。保罗伊的生命见证是安尼，伊对咱讲世间中间发生伫咱生活中间的所有的代志，拢会当互相作用，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我拄则讲过，万事就是有好事有歹事。咱生命中间发生一件好事，咱毋知影，毋通俩准讲好事就是为咱带来祝福。如果这件好事，互你会当感谢上帝、亲近上帝，安尼这件好事对你来讲是一个祝福。但是如果这件好事，互你骄傲，互你想要挖靠家己，互你离开上帝，安尼这件好事就是你生命中间的咒诅。倒边来看，如果你生命中间发生一件歹事，世间人看做歹的事，咱拄着困难，咱拄着困境，伊还是一个真大的试炼。如果这件代志，互你埋怨上帝、离开上帝，安尼这件代志就是你的咒诅。但总是，如果这件代志会发生，互你更较明白家己的软弱，需要亲近上帝，需要倚靠上帝，咱就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安尼这件歹事，才做你生命中间的祝福。有一句话讲，苦难是化中的祝福。这句话尔得一半尔，就是苦难对咱来讲是一件试炼，但总是如果这个苦难会当引带你来到施恩的上帝面前，这个苦难就是一个化中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相信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咱伫人生中间拄着每一件事，拢会当帮助咱亲近上帝，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这是咱第一项要思考的。第二项，咱来看，当这个叶老伊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求上帝、求耶稣的时阵，耶稣真欢喜答应伊要前往救伊的查某囝。但是这个时刻，伫迄要去的路上发生一个意外。突然出现一个得到血痨病的妇人人，咱顶礼拜有讲过，原本的这个妇人人，伊嘛是无想要延迟耶稣的行程，对无？伊想要暗中去摸耶稣的衫，想讲安尼伊一定会得到医治。果然伊得到医治，但是耶稣却因为爱伊公开来见证，所以毋是干那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伊需要公开被接纳。公开来诚做一个见证人，但是也因为安尼，去耽误着对这个细汉查某囝的救助。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是叶老，你会安怎想？如果我是叶老吼，我都心肝足着救，我查某囝已经破重病啊，强强要死去啊，佫突然间出现这个妇人人，耽误要救我的查某囝的这个行程。我心肝的确真着急啊！我嘛真生气，讲突然间出现这个人。后来吼，这个妇人人受医治了，伊公开见证吼。那我是叶老，我听起来我一定更较生气，因为吼已经破病12冬嘛，伊破这血痨病，根本都无可能马上互伊的生命失去嘛。我若是叶老，我想讲互耶稣先去救我的查某囝。你后较长爱救你嘛袂讲袂赴。你何必可爱安尼耽误即个救助的时间？当即个
有对这街路厝内底人来街路通报讲，啊老师毋免去啊，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哦，这个时阵我一定捶心肝，我对这个妇人人一定怨恨到底。但是因为你耽误耶稣的行程，互我的查某囝死去。所以，如果你是街路，你敢会亲像我安尼想？但是这件事，若互咱两个重要的反省。第一项，咱看见着耶稣，耶稣是了解每一个人的苦痛，伊是听每一个人的主。咱爱同理这个需要的人。业路的查某囝需要医治，这个血流的妇人人，伊嘛需要医治嘛。咱顶回有讲过，这血流的妇人人已经一无所有，领剩规身躯的病，甚至伊的亲人朋友拢离开伊啊。伊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业路也是讲街路吼，这句翻译叫街路。伊是一个有权势、有地位的人。伊的囝敢真正较比别人较重要吗？亲像街路的查某囝是业路伊心肝的宝贝。这个血流的妇人人，也毋是拄是上帝所怜悯、所医治、所拯救的对象。所以牧师爱大家明白，上帝是一个平等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无分咱的身份地位，无分咱的素养还是富贵，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眼中拢是宝贝。所以毋通掠做咱的比较较重要，认为别人无重要。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咱需要同理这需要的人。第二项，咱要对这个中间来学习。圣经的作者当时要甲咱讲，伫上帝来看，拯救甲医治人的性命，袂因为人的缘故、人的阻碍来延误伊的能力甲时效。伫上帝的手中，时间甲空间拢是伊掌控。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咱所信仰的上帝，本身就是时间甲空间的主宰。如果若上帝愿意，凡事伊拢会当。而且，咱看见着，当即个血流的妇人人被耶稣基督医治了，敢是会当增加家这业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咱看见着上帝遐尼大的权力，咱相信上帝是伫一切中间掌权的上帝，咱就放心交互伊。啥物叫做掌权？掌权就是讲，这个人对这件事，还是讲这个人有掌权的能力，有权力去掌管这件代志，决定这件代志。如果有一个全能掌管，佮听咱的天父上帝，咱就放心将咱的性命交代伫伊的手中，求主来引带咱头前的路。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当耶稣也咧对这个妇人人讲这话的时阵，就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内赶来，但耶稣讲：“你的查某囝已经死，何必搁再麻烦老师？”咱知影死亡对人讲，对每一个人来讲，就是一种绝望。你的查某囝已经死，毋免搁麻烦老师啊。所以，当这个绝望的消息传来的时阵，众人拢因为安尼来戆影。我相信耶稣心内一定足艰苦，但是这个时阵，耶稣只对伊讲一句话：耶稣无要插这个人所讲的。耶稣讲：毋通惊，只要信。当因来到这个会堂主管耶稣的厝的时阵，已经围一大堆伫遐大声咧啼哭的人，准备大家要准备办丧事啊。所以代志看起来是何等的绝望，何等互人失志。但是咱注意耶稣只是甲即个业道讲，毋通惊，只要信。耶稣咧讲两件代志，即两件代志是有关系。第一项叫做毋通惊，第二项叫做只要相信。因为咱爱明白，当一个人惊吓的时阵，伊陷入迄个惊吓中间，伊就会失去信心。
啊，一个人失去信心，伊就愈惊吓，这叫做恶性循环。啊，是当一个人开始无惊吓，伊的灵稳定起来，当目屎拭互干的时阵，伊就当注目去仰望上帝，产生信心。袂惊吓，有信心了，伊就愈袂惊吓，愈袂惊吓，就愈有信心。这叫做良性的循环。因为惊吓，互你失去方向。啊，咱大家爱知影，一般咧讲失败是成功的老母。吼，你敢知影成功的阿嬷是啥物人？成功的阿嬷是惊吓啦，因为惊吓是失败的老母。大家毋通看我今仔日体格安尼吼，我少年的时阵吼，有来参加游泳队啊，吼。我大概吼，游泳就爱训练嘛，训练了爱去比赛。大概要徛去迄个要跳咧游泳迄个跳台的时阵吼，迄我拢会惊甲鼻鼻喘，逐摆啊拢惊甲甚至上惊甲想要去放尿，心肝吼足侪惊吓。吼，啊一旦惊吓，你平常时训练就表现袂出来嘛。啊，所以阮的老师老阮讲一件代志，就是讲，当你徛去咧跳台的时阵，等候迄个庆声要弹的时阵吼，你就爱注目看迄个重点，拢莫受其他人影响。边仔人咧讲啥物话，啊边仔有对手有啥物人，拢莫插伊，因为你是咧甲家己竞争，所以你要看迄个重点，听迄个庆声弹了，你就照你平常时所训练的来表现出来，莫受到这个搅了。因为惊吓，你若哪惊失败，你就是真正失败。所以你灵稳定落来了，你就平静安稳的灵，会当去注目去看迄个要赏赐你快乐的上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咱拄着患难困苦，毋是亲像遐其他人伫遐哀哭、大声啼哭，无望望啊！咱毋通惊，只要相信。所以咱注意着耶稣做一件代志，耶稣将这人拢赶出去。吼，当因来到会堂主管的这查某囝的房间前的时候，伊将这人拢赶出去，只带3个捌见证伊行神的这学生，就是相信耶稣的人，佮带这个听这个查某囡仔的爸母入去。因几个人入去到这个查某囡仔的房间。伊对这个耶稣对讲第二代古米，吼，这是阿兰话，意思是讲，查某囡仔，我吩咐你起来，起来的意思就是讲，对死人中搁活，哦，这甲搁活迄个字是相款。结果咱看见着耶稣行这个神迹，这查某囡仔马上起来行。圣经中间记载，伊迄个时阵已经12岁。我即件代志，互大家拢真戆影。这个查某囝真正去用耶稣救我，而且耶稣佫交代讲，爱摕一寡物件互伊食。这食物件是一个活命的证据，只有活人才需要食物件。所以咱看见了耶稣的确是对绝望到充满喜乐。伊因为伊的信心，因为无惊吓，因为相信，伊去经历着上帝所授予伊遮尔大一个神力技术。我相信耶稣因全家一定更较坚信，而且专心学了感谢上帝。咱看见着这个神力带来遮尔大的影响。但是最后，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文的最后，耶稣除了吩咐互这查某囡仔食物件以外，耶稣佫真心中甲因讲，甲因吩咐讲，你毋通向别人宣扬。咱拢会感觉奇怪，为什么这个时刻毋通向别人宣扬？当然有神学家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咱一般人拢会认为讲，发生遮尔大的一个神力技术，耶稣互人对死人中搁活，即若宣扬出去吼，大家拢嘛要来对耶稣对无？因为耶稣有遐尔大的能力，但是咱来详细想，即件代志无一定好，因为咱顶回有讲过，神力上界主要的目的是互人看见上帝荣耀，而且互人会当恢复
甲上帝中间的关系。所以这新约上界主要的目的啦，新约毋是要满足人的欲望，毋是要互咱的病得到医好，毋是互咱死去的人会当对死人中国活，这叫做新约的目的。新约的目的主要是要恢复人甲上帝迄个中间迄个亲密、迄个属灵的关系啦。所以，咱知影，当这个消息若传出去，真侪人来找耶稣。其实，大多数的人，毋是心无要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是望伊的病痛当得到医好，望通过耶稣，互因食会饱，望通过耶稣会当行新约技术，互因得到好处。伊毋是要真心甲上帝建立水个好和谐关系。所以，伫遮咱爱深深去反省，咱敢是只爱新约，无爱上帝？咱来到上帝面头前求的，敢是期待上帝来满足咱的想法？其实，伫我服侍的过程中间，当然有几啊遍，阮伫教会中间的兄弟姊妹，做伙为着一件代志，一寡人祈祷，上帝拢照阮祈祷的应允。阮学乐感谢上帝，但是嘛捌拄着有一寡代志，大家真迫切祈祷，真用心咧祈祷，嘛是凭信心祈祷。但是有时阵上帝无一定完全照人的想法去成就。其实我捌为着一个囡仔要去手术来祈祷。这囡仔伊厝里爸母信主，其他的亲戚朋友拢还袂信主。我对上帝讲：主啊，你着互这手术较顺势的，互这囡仔好起来，一定真侪人会因为安尼来教会敬拜你，来亲近你。但是上帝无照我所求的，我迄个时阵嘛真失望，甚至会感觉失志。我伫祈祷中间求上帝，互我明白到底为虾米会安怎。明明若即个囡仔若好起来，哎呀，真侪人会来信靠你，迄是我家己想象的。我为虾米上帝你要安尼？上帝互我伫祈祷中间，也互我伫读圣经的中间去看见着，伫约翰福音书21章，就是约翰福音书的最后一段经文。耶稣告我了，伊甲彼得的一段对话。当时阵彼得已经灰心丧志，去到原本地所在咧掠鱼。耶稣惊神掠，互因掠着足侪鱼。耶稣甲彼得对话讲，耶稣对伊讲：彼得啊，西门彼得啊，你敢有听我看赢遮个？你敢有听我看赢遮个？遮个有可能是指遐鱼，有可能指耶稣所行的神掠，指一寡俗世的物件。伊对彼得讲：你敢有听我看赢遮个？迄段经文敢亲像咧对我讲，我敢有听上帝看赢遮个？就是看赢我所要看到的神掠技术。那彼得对耶稣讲：主啊，你知我听你。耶稣互伊一个使命，讲：饲我的羊仔囝，饲我的羊仔囝。对即个经文中间，我嘛得到启示。上帝互我有开力讲，互我明白讲，我敢是因为无看见着伊所照我的意思所行的这个代志，我就无信靠伊吗？我敢毋相信讲，死亡是对一个人肉体完全的医治吗？所以伫即个过程中间，上帝交代我爱养饲遮个羊仔囝，互我重新得到开力，伫陪伴即个家族经历即个失去即个囡仔的伤心的过程中间，我担着搁较侪会大的稳定，特别是咧主持即个囡仔安慰礼拜的过程中间，我看见着因的家族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去敲碎上帝心意的过程中间，拢得到大的安慰。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真实来明白，教会是要吸引一群听上帝的人，毋是要用真济好处，互人自行看这好处、这福利，袂记即将生命的焦点放伫上帝身上。当咱用好处来满足人，用这福利来代替上帝的时阵，这失去教会存在的意义。所以，咱会深深注意。咱确实会当提供一寡服务，但是毋通干那停留伫遮服务中间，互人注视伫遮的好处，无去注视伫会当带互伊永远活命的上帝。这是对咱上界宝贵的。愿上帝亲自赐福保守看顾咱，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伫阮生命中间你所行的新约基础，互阮真实明白，新约的目的毋是要满足阮个人的欲望，毋是基督的目的，毋是要照阮的意思去行，反倒当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互阮真心恢复甲上帝美好的关系。求主帮助阮真实明白即款的道理，也照安尼去行。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阵，咱要用圣诗215首来陪伴咱的心，来共修圣餐。圣诗215首。请咱起立来吟。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来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甲健身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要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伫地。亲爱兄弟姊妹，请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因为当日我对主所领受的，
也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再来。现在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提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三甲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欢迎每一个软弱有罪的人来亲近你，你要互阮伫你内面得到安息。主，阮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就是为着纪念你为阮所做一切的事。所以，阮即时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摆咧伫你面前，这个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也通过你恩典的帮助，会当培养阮，互阮一步一步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也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去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所以，当咱摕到这个饼，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拍破的身体，咱来做当得到赦免。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日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所以当咱摕到这个杯，咱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受定十字架，伊流出的宝血，互咱的罪得到洗清去。咱感谢主。
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伫咧，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我们学乐感谢你的圣名，因为你大个奇妙的慈悲施乐伫阮的身躯顶，让阮会当看见救赎阮的主的死，通过伊所祝福的圣礼典，通领受伊的身躯，甲伊的保护。因为安尼，阮谦卑恳求你，互阮无搁再为着家己来活，会当为着主来活。因为伊为着阮的死甲搁活，求你互阮毋通袂记记阮的主。为着要救赎阮的罪来受死的事，也将即款的事刻条伫阮的心。透过主耶稣基督加天的恩典，互阮的信心不断成长，互阮的疼心也不断成长。对即个信，对即个疼，通显出拢种好的行为，来荣光主的名。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个时阵代表少年教会欢迎第一摆来少年做礼拜的兄弟姊妹。恁若伫外面也袂填内面的留名卡，麻烦你即个时阵会当用你座位头前有一张粉红色的留名卡，麻烦你来填好势，确定会当交互收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好甲你熟悉。即个时阵，请咱用奉献来表达咱对上帝的疼。
请咱起立来感谢。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所赐了，互阮的恩惠是遮尔大、遮尔长、宽、悬深。阮所献互你的，是毋达到1,000,000%，总是恳求上帝，你无嫌阮所献至美色，你要互阮所献的担保，要成做你圣工路用的1,000,000倍。主啊！求你也感察阮的心，你知影阮愿意互你用，也求你赐福阮伫你面前所放的心志，你就用阮，互阮会当成做你圣工的路用。阮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阵我来报告，请咱当掀开咱的周报的第4页。本周特别的事工，咱今仔日的礼拜第2场甲第5场，咱有试办甲伊合并伫早起8点半伫10楼礼拜堂来聚会，这是华语的礼拜8点508点50伫10楼礼拜堂聚会华语的礼拜。第2，本主日是总会所定教会学校的纪念主日，请咱兄弟常常为着教会学校，就是淡江中学、真理大学、马偕医学院、马偕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等等的教会学校的校务教学以及学生的信仰以及因的学习来关心来带导。咱4月13拜4暗7点半，咱伫10楼礼拜堂要举行纪念主要所最后晚餐的礼拜，请奉餐的长老请书献的执事以及献诗才的诗班，咱注意咱会家己侍奉。咱迄暗的座位表系伫咱的周报第15页，请咱来看，知影咱家己要坐的位。小会问道日是伫4月14拜5暗7点伫9楼。轮值的长老，请咱家己来注意来看。请4月23要受洗礼的兄弟姊妹，的确保留你的时间来参加小会的问道日。来看第5页，第5页则有青少年牧区暑期逐样的营会，适合国中1年到社青这个年纪的青年来参加。报名单咱有下伫7楼、9楼、10楼、12楼，请咱青年来填写，来交予青年牧区的干事张雅文来报名。祈祷会消息伫即个所在，咱有特别要甲咱的会友来报告，就是若有需要特别祈祷服侍的会友，咱嘛会当填写祈祷代祷卡，就是咱的座位头前有代祷卡，咱来填好会当交予咱的牧师，也是予咱的长执。咱伫祈祷会中间会为着咱大家所要代祷的事项来祈祷。若是有特别需要伫礼拜后要需要祈祷的，咱嘛会当伫礼拜后伫灵修室迄个所在来请牧师来为恁祈祷。装备课程伫5月初2开始有信仰生活、祈祷甲读经。咱来掀开第6页。
才有儿童教养的专题讲座，这需要报名这是伫5月20拜六请咱来报名来参加。其他的准备课程，请咱来看周报的第11页，才有课程表请咱来看来参加。第6页才是圣乐委员会消息，因为清明节连假，所以本日下午儿童合唱团的练习以及拜一暗时声乐歌唱基础班、乐理视谱班拢总暂停一摆，请咱注意。咱先开第8页，第8页下面即个所在有4月23要洗礼的兄弟姊妹的大名。请咱来为因来祈祷，为因来祝福，互因伫要接受洗礼即个过程，拢无受任何的阻碍，是受到正人的祝福，特别是对因家庭来得到大大的祝福。以上报告，咱即个时阵来请主任牧师来欢迎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首先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一位汤世宏先生，伫美国回来。汤先坐伫遮哈，欢迎欢迎哈，欢迎。其他有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写这个若无牧师简单补充报告咱对7月份开始，咱第2场甲第5场会合并来礼拜所以咱对4月、5月、6月咱拢会做一个先去合并的即个情形来做检讨因为可能了会去影响到大家较提早来的兄弟姊妹但是大家互相即个包容来。互即件代志会当较顺时来进行这是牧师来大家补充报告多谢。好，咱即阵来吟上营的诗，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咱起立来吟。我将恁交伫上帝稳定慈悲甲保护的圣手，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稳定平安，伫恁的顶面，直到永远无煞。阿免。请坐，绿岛谢恩，恭受差遣。